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奇聞速遞 Podcast。節目一開始咧，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唔知大家去戲院睇戲有冇試過俾隔離位嘅人玩手機嘅光咧查到自己呢？又或者咧聽到有人一邊睇戲一邊講解劇情呢？又或者啊，甚至啊有小朋友啊喺度尖叫啊，行來行去呢？我相信咧喺香港戲院睇戲啊，唔少朋友都有過類似嘅經驗啊，亦有人因為咁而發生衝突。入戲院安靜呢樣嘢啊，本應係幼稚園都識嘅規矩，而家竟然變成一門咧好高深嘅學問。點解而家嘅人都變得智障化呢？最近啊，著名 KOL 陳海琳咧就帶3個仔咧去金鐘睇蜘蛛俠，竟然掀起一場鬧劇啊！有網民指佢啊放任3個寶貝仔喺戲院裏邊咧大叫傾偈，完全漠視其他人嘅感受啊！事件喺網上越炒越大，當事人咧終於出嚟回應啦。不過啊，我就覺得呢個回應咧聽完仲把幾火喎。到呢一刻，佢仲覺得自己好似冇錯咁。怪得知呢3個小朋友變咗大帝咁啦。陳海琳阿 Grace 咧就接受訪問時就承認啊，作為媽媽咧係有責任嘅，仲同咧受影響嘅觀眾講聲唔好意思。佢話咧唔知道啊，平時帶個仔出街嘅音量過大，會騷擾到其他人。如果真係有嘅話咧，自己就要再做好啲。阿 Grace 仲解釋話冇聽到觀眾叫佢哋細聲啲，當時咧大家都睇緊戲，相信咧佢哋咧睇到刺激嘅場口嗰時咧會興奮。如果唔係喺屋企睇戲啊，喺外面咧會注意翻呢一點嘅。佢仲強調啊，全程咧冇聽過其他觀眾噓佢哋。聽到呢度咧，唔知大家有冇反白眼啊？我咧就有啦，大佬啊，咩叫做唔知道平時帶個仔出街嘅音量過大會騷擾到別人啊？呢句真係經典啊！公眾場所咧應該保持安靜，唔好妨礙人啊！呢個唔係幼稚園已經學識嘅常識嚟嘅咩？睇戲唔應該發出任何聲音，竟然扮無知？喂，仲要啊，講到冇人叫我細聲，即係冇人覺得我有問題啦。呢種冇人投訴，即係我冇錯嘅心態。回應中咧，仲要希望咧，可以對小朋友善良少少，即係咧佢只係個小孩嘅意思，完全咧反映出極度自我中心嘅思維啊！守規矩竟然要靠其他人提醒，完全啊唔識自覺，呢個啊先至係最乞人憎嘅地方。今次啊呢單嘢之所以咁多人共鳴啊，係因為呢種怪獸家長嘅行徑啊，已經係香港人日常生活中咧見慣見熟，忍無可忍啊！大家對呢單嘢嘅反感啊，唔係因為佢係名人嘅身份咁簡單啊！大家去高級餐廳食飯啊，去咖啡室傾偈啊，甚至咧搭高鐵啊、搭飛機啊，成日都會遇到一啲咧完全唔識教，有得啲細路仔周圍走大吵大鬧嘅家長啊，當旁人望多兩眼咧，隨時咧仲要俾呢啲家長咧啤翻轉頭喎。呢種日積月累嘅現象啊，令到咧大家覺得啊，社會嘅公德心啊，同埋尊重他人嘅文化咧，正在急速崩壞啊！網民討厭嘅唔單止係陳海琳啊一個人啊，而係透過鬧呢一單嘢咧，去宣泄對呢個社會風氣嘅極度不滿啊！陳海琳呢單嘢最發人心醒嘅地方咧，係父母太縱自己嘅子女啦，同埋父母咧本身咧冇一個正確嘅道德觀念，所以咧唔少人啊成日講生仔要考牌。他只是個孩子啊，似乎咧成為好多父母嘅擋箭牌啊！好多父母咧以為唔想俾壓力小朋友啊，想俾佢哋自由成長，所以咧乜都順應，乜都包容，將自己嘅細路咧奉若神明，成個世界咧都要圍住佢哋轉啊！結果咧
教出一班自私、欠缺同理心、冇公德心嘅下一代。父母一句佢仲細啊，唔識嘢啫，唔單止唔係教育啊，仲係剝奪緊小朋友學習社會化嘅機會。你今日喺戲院由得佢嘈，覺得咧全世界都要就佢，聽日佢大個入咗社會之後，就會變成咧老馮，所以咧所有人咧都要順佢意，咁就變成咗巨嬰啦。再講翻啦，有唔少做父母嘅人自己本身咧都未真正成人化。乜嘢叫做未成人化呢？就係佢哋自己嘅心智咧都仲係好自我中心㗎。當一個未懂性或者自我中心嘅成年人去生仔嘅時候，你估佢哋下一代會點樣搞？你睇翻陳凱琳今次單嘢嘅回應咧就最清晰啦。我唔知道平時帶細路仔出街會嘈到人我冇人恕我哋呢句說話背後嘅邏輯係乜嘢？係我喺世界入邊咧，我唔為意，冇人即場話我就係冇錯噶啦。呢種父母平時自己出到社會可能已經係一種老馮嘅心態打橫行，唔理人感受。當生咗細路之後啦，佢哋咧就會將呢套價值觀咧完全移落喺個細路仔身上。個細路咧喺戲院嘈，喺餐廳跑，喺父母眼中，我個仔開心緊，關你咩事啊？你做乜咁多事呢？因為咧佢哋自己咧根本都冇公德心同同理心嘅概念，你叫佢哋點樣教識個細路叫佢尊重他人呢？盲目護短本質上就係父母自身公民意識低落嘅反射。講翻呢單嘢最後有人將 cream 淋落小朋友身上顯然已經嘈到有人失控頂唔順啦。不過咁樣暴力解決係唔啱嘅。你可以當面鬧爆個家長，可以揾戲院職員處理，咁樣俾人通緝，犯咗普通襲擊罪真係唔抵所以奉勸各位，遇到有任何挑釁嘅行為，記得冷靜處理，唔好犯法。正所謂父母唔教，社會教，社會嘅鐵拳隨時會俾今日嘅忌廉打得仲痛仲金總結嚟講做父母唔單止係生佢養佢更重要係教識佢同理心同埋公德心，唔好再用他只是個孩子去逃避責任啦。父母唔教，社會自然會狠狠地教，而呢個代價往往係大家最唔想見到嘅。不過我都喺度順便補充一句其實唔止係小朋友其實好多大人喺度睇戲演唱會歌劇都同呢幾個小朋友一樣咁冇家教噶。小朋友都仲有得賴唔識嘢，大人係咁真係好羞恥啊！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啦。大家對今次嘅戲院風波又有咩睇法呢？如果你對今集嘅話題都有共鳴，記得訂閱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